少城主，选一瓶吧。昨天还是10选1，今天为什么就变成5选1了？这样我中奖几率不就更大了吗？少君说了，这样更好玩。更好玩？他倒是觉得好玩了。他有没有考虑过玩家的游戏体验？那明天是不是就只有2瓶了？他一切都看少君心情。韩爽，你就是我回家路上的拦路虎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主动出击。哇哦，刺激！哈。哎，少城主！完了！完了！哎呀，少君，完了！他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少城主喝了之后疼得死去活来的。酱油、醋、蜂蜜、葱汁、白酒，你说，哪样能让他腹痛不止？可是他把5瓶都喝了。你怎么不拦着他呀？我拦了呀，没拦住。他闹这么一出，是不是想见大郡主？我觉着他。疼啊！张姐救我！哎呀，不行了！好痛啊！好疼的啊！不行了，快点，不行了！啊，快点！好痛！好痛！哎呀，好疼！哎呀，天哪！刚刚我和少城主喝了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我没事，少城主却腹痛不止？那是因为少君身强力壮，我自然是比不上。快，请张姐来给我看看，快点！放心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请了大夫。一会儿就到。大夫不行，整个花园城就长姐医术最好，请长姐来给我看吧，快！少城主病成这样，是不是还想见母亲？要不我一并把城主也请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自然是最好的。陈芊芊，别跟我耍花枪，我是不会让你见他们任何一个人的。既然你不想看大夫，那就继续疼着吧。韩爽，我都这样了，你都不管我。少城主这不挺好的？好好待着，别总想着逃出去。在的时候，我日日思念你，时刻挂念你。你回来你就这样对我？少君，有一帮越人敲敲打打的找上门来，说之前少城主3天2头